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。后来，耶稣对群众甲伊的门徒讲：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坐摩西的位过说律法，所以因所甲恁讲的，恁拢着做，着遵守。不过毋通学因的行为，因为因话讲袂做。因将人担无法的重担捆互人担，家己连一支砖头仔都毋肯振动。因所有的行为，拢是要做互人看，因为因将家己的经文地做较宽，衫具的手做较长。因爱伫宴会坐大位，伫会堂坐悬位。伫市场口，互人请安，互人称呼列比。毋过，恁毋通互人称作列比，因为恁只有一位老师，恁拢是兄弟姊妹。伫地上，恁毋通称呼人做老爸，因为恁只有一位老爸，就是伫天顶迄位。恁嘛毋通互人称作教师，因为恁只有一位教师，就是基督。恁中间上大的，着做恁的妻佣。提高家己的，未受降价；屈加家己的，未受高升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恁将天国的门关起来，毋互人入去。恁家己毋入去，连要入去的人嘛毋互因入去。话草本有14节，恁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恁侵占寡妇的家血，搁假意祈祷真长，因为安尼，恁会受搁较重的刑罚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恁为着要互一个人改装入教，天边海角惊透透。迄个人入教了后，恁煞互伊变做地狱的囝，比恁顶白歹。青面做带路的，恁惨啊！恁讲人记圣殿咒纸无准算，毋过若记殿内的金器咒纸，就着守。恁这个动戆搁青面的人啊，倒一项较重要？是金器，还是互金器成做神圣的圣殿？恁搁讲人记祭坛咒纸无准算，若记祭坛顶的祭物咒纸，就着守。恁这个青面的人啊，是祭物，还是互祭物成做神圣的祭坛？倒一项较重要？所以，人记祭坛咒纸，就是记祭坛甲迄顶面所有的祭物咒纸；人记圣殿咒纸，就是记圣殿甲踮伫迄内面的上帝咒纸；人记天咒纸，就是记上帝的宝座甲坐伫迄顶面的上帝咒纸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连香料、薄荷、八角、小茴香都献1/10互上帝。律法所重视的正义、仁慈甲信实，恁颠倒忽略。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，顶面遐个嘛毋通忽略。恁这个青面做带路的，一只细只蠓虫恁都甲撸出来，路途颠倒规只甲吞落去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将杯甲盘的外面洗清气，内面却堆满贪欲甲放纵。恁这个青面的法利赛人啊，
着先甲杯的内面洗清气，外面自然就清气。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亲像擦白白的网，外面好看，内面却堆满死人的骨头甲逐项的污秽。恁嘛亲像安尼，外面互人看做义人，内面却充满假好甲不法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做先知的梦，拯受义人的纪念碑。佮讲，阮若活伫阮祖先的时代，一定袂甲因做伙杀害先知。安尼，恁是咧证实恁家己是杀害先知的人的子孙。恁祖先做会歹代，做恁去完成好啦。恁这个独蛇的子孙，奸鬼的人啊！恁减袂当逃闪地狱的刑罚。所以，我要找先知、智慧的人甲经学教师去恁遐，因有诶会互恁杀害，也是顶十字架；有诶会互恁伫恁诶会堂边拍，互恁对即个城赶到迄个城。安尼，恁伫地上杀死义人诶血迹，拢归伫恁身上，就是对义人亚伯流诶血，到比利家的囝撒加利亚伫圣所甲祭坛的中间流的血，拢归伫恁身上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罪拢会归伫即世代的人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！你杀死先知，搁用石头钉死上帝差来你遮的使者。我偌侪遍爱要自集你的囝儿，亲像家母自集家仔囝，甲因压伫石鼓下，恁拢无爱。恁看，恁的厝为荒废，无人住。我甲恁讲，对打以后，恁绝对看袂到我。直到恁讲，奉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